一次經驗嘅結束，並唔係意味住佢就從你心中消失。喺你一生中花咗咁多嘅時間去積極努力維持同埋重建嘅嘢，點可能話放棄就放棄？如果你確定自己冇辦法放棄呢啲傷害你嘅事物，咁就唔好放棄。相反，同你自己講，如果有需要，想喊幾耐都可以。你可能會碎成一片片，變得一團糟，令到自己嘅生活土崩瓦解。但係同你自己講，就算你嘅核心根基灰飛煙滅都唔緊要，你會發現自己依然屹立不倒。雖然你冇辦法改變過去發生嘅事，但係透過改變自己對佢嘅睇法，就可以改變而家嘅狀態。你可以改變自己嘅生命故事，亦都可以改變自己嘅生活。你可以唔再執着於過去嘅生活，因為喺呢一段生命之中，你被要求成為另一個人，而唔係本來嘅你。你已經唔係過去嘅自己，縱使呢啲碎片仍然係你嘅一部分。你並冇因為痛苦而崩潰，你正正就係睇住自己走出痛苦。